經常都話騙徒手法層出不窮，通常俾人呃嘅多少都係因為一個貪字。任職地產公司文員嘅 K 小姐，今年9月喺社交網站收到一個男人嘅租樓查詢，以為有生意送上門，點知原來係氹佢落搭啊！對方透過 WhatsApp 慢慢同 K 小姐混熟，就話自己喺虛擬貨幣公司返工，向佢推銷投資虛擬貨幣。佢應該係講咗佢公司個架構啦，咁樣係可能某間大型公司啦，跟住之後嗰間公司咁其實都有上網睇過資料嘅，咁係確實有呢間公司嘅存在啦，咁都有對過佢所有嘅卡片啊嗰啲性，咁我覺得都應該係真喎，咁樣佢就開始講述佢啲產品啦，已經係。博取咗 K 小姐嘅信任之後呢，騙徒就游說佢開網上嘅投資戶口，入咗2萬蚊之後，個戶口就顯示佢獲利咗5-6萬。見到有錢賺，佢梗係想加碼啦。而所謂嘅賬戶就一度顯示佢獲利幾十萬，不過到佢想提款嗰陣就出現問題啦。途中係有提款過2次1000蚊嘅，但係當提款到1萬蚊嘅時候就有問題啦，已經開始。對方嘅所謂客服就同佢講，要交出保證金先至可以攞到戶口嘅錢，又話交唔出7日之內會有司法人員上佢屋企搜證。一拖再拖之後，對方又游說佢再入錢攞翻啲存款，佢終於都察覺到自己墮入騙案啦。呢個時候佢已經俾人呃咗23萬。警方商業罪案調查科反詐騙協調中心就話，今年頭9個月已經接獲近3500宗嘅騙案，當中40%涉及金融投資產品，金額最大嘅一宗損失超過7800萬啊！而踏入10月，騙案嘅數字亦都按月出現咗上升，提醒市民要提高警惕啊！